开始吗？开始，按了。开始。好，我们今天上这个陀罗谷这个第二次了哈，就是进阶第二次。那之前有让大家做这个 A 点、B 点还有鼓风的练习呀，这个相信你们应该是有更对头鼓的样子比较熟。지금 다른 거 주된 내가 그거를 주된 이거를 다른 가상 한번에 저기 A1 B1 제는 거 저기 그거 제 수성을 제가 제가什么 this 그거 수다다什么 this 야 하고 이제래라. 其实头颅骨的课程，其实主要就是要讲一些这些骨头的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其实你在临床的时候，它的变化非常的细，非常的细小，就是不是说，好像我们这个摸到骨头说哦这一块肌肉很硬啊，或是这个骨头好像凸出来，没有那么容易，就是那个就是很小的变化。제가 안는 거 저기 우리 굴을 장는데 다 가서 가르 장을 하신다 다 네번년도 되지 저 마치 라네 진장을 해라 제가 이 가르 장을 하시는 거 저기 뭐 제기 제기시는 그래서 조언을 따라 제가 그거를 조언해야 되는 거 저기 라바 같이 세팅 차우도라 나오던데 누구 세팅이시나 너들 내려오이 말이야 제가 그 시간 조언 침시라 말아도 됐어 갈래가고 이래라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也是主要是要了解脑部神经它的紧绷受限，会造成脊椎神经或是我们身体的一些肌肉的紧绷或是无力，就是另外一个部分是要让你们了解脑部神经对身体的影响。제단에 저 현대지 거래하시는 거 저기 레바노기 원자 참기 거 저기 수고가 단지 거래치기면 하고 또 이제 같이 계시 레바 원자 냐오이나 아니 저기 레고 같이 무지 좀 어떻게 한다고 같이 세팅 공부한다고 다 어떤 거 제가我写起的那个来了。我们在寺院做一个案例，他是一个阿玛拉，胖胖的，对吧？应该就是胖胖的阿玛拉。然后他是中风病人，然后其实中风以后，他并不是出血性的，因为如果你是出血性的，就是脑部的血管破掉的话，他可能这个比较严重，所以可能必须要开刀 operation， 但是他没有开刀，所以他可能是属于阻塞性的或是小的破裂，然后他中风以后。他其实原本还是可以站起来可以走路的。아니 제가 가서 다른 거 만나라 이제 아마지가 있지. 그럼 저기 민도 농구 지는 링 차시로 저기서 빨리 차시로. 제가 뒤 그런 가지 레바 원서 두 메뉴로 이dol었어. 원서 두는 아주 차서 레바를 쉬어는 차주시 되게 제가 고샤주 제만 dol었어. 나무 그것도 뒤에 거 this little dollar 然后他是达利贡巴，他好像住在达利贡巴的附近。然后他因为多久哈？他从床上掉下来多久？2个星期前。2个星期前他从床上掉下来，就是可能从上，然后可能掉下来，不知道撞到哪里，所以2个星期。掉下来以后，他就没有办法走路，就是手跟脚好像都不能动，对吧？他是左边的手跟脚不能动，就突然本来以前可以动的，那时候他中风多久？中风，第2次这个是，已经跟我们几年吗？나开始的。是。나开始的。나早期的，等事故以前的。对。
几个月以前中风，几个月之前，中风第二次。第二次就在搬到了那个长沙，2个星期。哦 OK。 其实你阿的其实咱们这边往上干，但都这图多了。那这你看你对那你国家是呢，你这个么啥了？你这个么啥呢？这边到高端好么？接着可能老板当他们估计要没在这什么也去的。然后，所以他来的时候是四个人嘛，对对对。用那个床巾啊这样搬，因为很重，他可能我看可能有90公斤以上吧，哦，有吧？有90公斤嘛，然后4个人就是用那个床单啊这样把他拉进来。那接着可能给了不久他是啥来了？接着可能给了给那么些个都是加到那路的都是加上可能啥。我们要能够分别的就是脑部的中风，它是属于脑部的，就是脑部的血管破裂或是阻塞，所以造成脑部某些就是看它哪个区域，它因为血管破裂或阻塞，所以缺氧。那缺氧以后，它造成脑部的一些细胞死亡，所以它是属于受伤性的，脑部是属于受伤，并不是阻塞性的。所以一般中风病人他是需要靠后天的练习，复健的练习，来开始重新锻炼他脑部的神经，像小孩子婴儿一样，他学走路一样，开始活动它，因为我们脑部还有很多细胞没有使用，所以他开始训练其他新的细胞。接着我是两个的，都是的，就是都是那我这查查都那个往上搞那个，然后开始给我这查工群用什么新的个来了，而且了搞完呢可能怎么了，社区当他打马了，就可能新的个来了，接着第一天我这个说不起来样了，接着我这个可能说对那个，你两个也是种些了，他们不群用那些个这个用那些个来了，恐怕就那他们恐怕就没些，恐怕就那好过来了，可能，这些些没些，这些他们些当不群用的好过来。所以像中风病人，我们会问他说，中风以后他的行动是怎么样？中风以后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他从床上跌下来不能动，其实并不是中风所造成，这是因为他跌下他很重，所以他跌下以后可能撞到哪里，挤压到哪里，影响到脊椎，所以在触诊的时候，他的脖子跟颈部这一段非常的紧，非常的紧绷。就是俺们的你这个么啥呢？而且搞到他们现在那个这个一些就军需啥的，接着你这个老婆大姐姐的你被打木多了。所以就是说，他之前中风后，他还是可以稍微走路，但后来为什么不能走了？还有他的手跟脚完全不能动，是吗？叫他动完全几乎一动都不动，所以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他，这个是后来他跌下去，挤压拉扯到颈椎，造成他神经的紧绷，限制到他的动作。那为什么？因为中风的一侧，他是右脑中风，所以是左边一侧，他本来就没有力量。然后如果加上颈椎或是脑部紧绷的话，他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所以他并不是受伤造成，他是拉扯造成他的手脚不能动。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个病人的时候，你要判断他到底后来他不能动的原因是什么，你心里要有一个了解。就是你俺们的这个他们这个那就是可是，而且就是他们老婆当他们什么过去的有些，你这个么啥呢？搞军事嘛，前年我说的老婆当他们什么过去的么多下来了，第个了个了听了说第那了两个那了我说的军事没得了，个了的是，嘛军事没得了，第我说的往这当怎么听一些呢？不然当没下了，我的前的不然了搞军前的，其实。
그런 거 그럴라 갈라 우리 다 다음 다시 제도 가르치니 매주자부터 해 가르치는 중심으로 그냥 하고 또 그래요. 所以一般我们在检查的时候跟治疗的时候，我们很注重头部跟颈椎之间这个交接，头部跟颈椎之间的活动度，还有颈部的肌肉的有没有两边，尤其是侧面的肌肉两边有没有放松跟平衡。如果这两边没有很紧又还可以的，它还是不能动，那可能就是里面的神经受损所造成的。 세상은 다시 제대로니 무의식으로 다시 애니가 쪽이 연구당한 집안이 있다고 그랬어. 연마초로 갈다 오시면서 예윤이 없겠다 야버지다고 그랬어. 그래서 네나 갈라고 담은 매하시다 놓고나 갈라고 무지제 못할 전수 뒤갈 때문에 나 레파를 준수를 되는 거래요. 所以在治疗一个案例，像就是就是说神经受损或是神经阻塞的案例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的判断，就是你问诊跟判断，还有治疗过程的走路啊，让他动的过程，然后他的反应怎么样，就是你的观察是非常重要，并不是你所想的哦，好像我上了这个投入者的课我就都懂了，根本不是这样，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세상은 네바지 따데 수수기 따지 아버지는 그런 그 당당 상황 따는 거 쪽이 네번데 갈래리 하고 그래서 저기 근데 뭐 쪽이 무료지 장사에 어떤 거 내가 나오기 살 사이즈로 어떤 거 뭐래 저런 상황으로 내 더위 말이야. 所以我们昨天嘛，昨天礼拜天早上不是有一个从西谷里来的病人，女的，就是说我一面做一部分，然后再让他起来动，然后大概他起来有5次还是6次，就是我做一下，做个10分钟、15分钟，然后起来动。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在做判断他到底哪里拉扯到，因为他好像没有办法走路得很稳嘛，对吧？然后尿失禁嘛，然后身体往前倾这样。 아니 세상 가서 사님마가 가서 뭐 가셔고 시골에 원래 아니 아마질에서 왔을 아니 그런 중 가르치려는 것도 기본 아니 나서기 누드는 것도 야본 좀 어떻게 아니 뉴니티스 리시션 제가 가서 미 지어링가라 그런 지기 타마시는 것도 쓰는 거죠. 정말 내 이제 타마시는 지니까 所以一个人他走路，例如说他走路，然后他走得不稳，但是他走路，当他走的时候，他的侧面，我会看他头部跟颈部，还有背部，还有臀部，其实就是在讲他的头部到脊椎这个角度，他的角度有没有垂，有没有比较有没有在一个比较漂亮的角，还是有点往前倾，或是往后倾，往后拉，这个都是他走路的时候，你看他的背部、颈部，还有腰部这个部分来感觉他可能拉在哪。 세상 콜로 야마 고마제 제데 가르치는 스타시 시비로 가르치라신 게시 문디 아니 따데 가라 타올라신 것도 보다 아니 기시제 아니 쿠샤 고산 따다 되긴도 너도 갈라오시는 것도 기시제 그런 시험때 따다야 운도 힘이 들었다 그렇다고 게시 야미는 두스 절 팀이 되주려고 그러는 야만 눈에 중요로 되는데 어떻다 그래. 所以学头颅骨除了你的触诊跟治疗的过程去感觉它头骨的变化以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要能够观察它，你做的过程，它的身体、肢体的动作的变化，还有它的力量，它有没有力量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它的像眼神啊，就是很多部分观察是非常重要。你要把头骨能够再学好一点，就是这个部分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세상에 가서 무엇을 잔도 아니 지대 가서게 제지 그런 누구 좀 저가는 듯하네 들다들이스 지대 가서는 그런 아니 가서 지를 따내는 그런 누구 가는 누구도 아니 그 소다 가는 누구 아니 갈라 우리
我的上面去出的可能是几个都单，你没得当可能打个都当，你我做个可能这上面打过来了是的。所以你治疗一个就是比较复杂的病人，你必须要非常有耐心，就是说你要很有耐心的去做它，然后去让它起来动，然后观察，就是你的脑筋里面要能够有这样的运作。如果没有，你只是说啊，我学到什么，我就 A 点也做，B 点也做，然后再看看它，就是好像你的头脑没有思考，你只是说啊，我都有做了，为什么它没有好？就是你的头脑是死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没有活用，说你没有活用，怎么样去了解头骨的变化，还有颈部的放松，还有他身体动作力量，他的说话的逻辑，这些东西都是跟他的神经控制是有关的。这张老师跟那把大家写的，你去那个那把this我有上面去那个 this，我就你们现在写过来是，你去那个写的啊A 帮 B 帮写，结果你打弄个找我的上，我都结果写你去那个来把我就当么的，来把的写就老写过来，这张去那来把的那属于水母线，就当可能当我的呢，你可能个这个人个当可能都可能修那个都么都，你可能都得说到可能写个都可能写我的上面大家写过来了。了解那种来帮我就当个了。所以判断问题的习惯，就是说啊，你去感觉说他有没有力量，或是他的动作怎么样，或是他的说话有没有如果神经很紧，他说话会很紧绷，或是好像他讲的东西就是没有很丰富，还有他的眼神也是很重要，还有他的情绪，有时候神经压迫的时候，他的情绪就是很容易不耐烦。那如果他比较松了以后，他就很容易讲一些话给你听，就说我们怎么样啊，他讲他过去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判断说他的神经有没有比较松的这些他的行为表现。这种我这个呢，这个可能个绿线路么的，可能当时那个当些，当么结婚了，可能这个了，可能是要这个的，你给些当给些当不是给些是对，可是个给些当么是对，是当么有了些，你黑啥的，那就是么么是有了些，你可能个可能穿那了喂，你个什么当，我是什么了，就是打过来了，什么打，你修这什么了要打，这个我这个，大家也不接过来了，这个呢。假如说你做这个膝盖疼痛的人，然后你做一做，你会教他走路看看呐、然后走楼梯看看会不会痛啊，或是弯看看呐、就是你要 test 他的，你治疗过后他的膝盖的反应、疼痛，还有他有没有力量，然后走路的速度有没有比较顺利或比较快，这都是需要观察的。这个不像那么这个并不能在这里去那这个现在去那个可能公办这个然后他那样们检查里面跑去然后他这个他那个多么的带然后他样们没那么这个那就全部特个开始解决那个多么的我都什么带的是这个个了喂那这个大家这个带回来了。所以就是你们在，例如说你们在实习的时候，你帮你的另外一个人，就是你们互相做虽然你们不是说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做的过程，例如说你感觉，例如说右边的颞骨它比较紧绷或者比较往前，那你做一做以后，你觉得它的颞骨有比较放松或比较往后，就是你能够感觉你做的人，就是你们等下练习的时候，这种大家我是用到这点那些，大家我是什么的呢我这个叔叔的刚才当前面的其他的用么的是，因为叔叔这呢我这个整个人就是要知道么的的，那培训这个的整个可能是要知道的，我什么带过来了。所以你要习惯去问他，然后你做完以后有没有觉得头部里面比较轻松，或是你呼吸好像比较容易，或是好像你觉得比较有精神，或是眼睛有没有比较亮，
或是怎么，就是你要习惯这样去问你治疗过后以后，这样你才会知道说你现在做的这个部分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그래서 내 저랑 제일 계속 가르쳐 오시는 저랑 미스에 넣어서 나오다 아니 수수께서 효율 요령도 나오다 아니 또 삼아 계속 제대 배 공시지야 배 계시는데 또 삼아 제일 공시지야 그랬어. 所以即使它变化很小，然后你要问出他的感觉，问出他的感觉，就是你要习惯练习这样。 근데 그런 게 요한줘야 되는데 주형이네 주형이 그런 게 전환돼 있을까라 그래 제사지를 전화 근데 어디 계속 제대 계시는데 이 저런 게 공시지야 그랬어. 所以头颅骨的放松，有时候它会影响到呼吸，有时候它会影响到肩关节，有时候它会影响到前侧或后侧的放松，就是或是有时候它会影响到，好像他的精神状态，这些都是有，这些都是会有影响，但是因为你没有去，你治疗过程没有去练习问了解，所以你不晓得说这个头骨到底哪一个区块它怎么变动，怎么拉扯，它对他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不能分辨。 제사네 좀 그래 제제도 그래 되게 것을 되는 뭐그 수제 마음이 요래서 같이 우다에서 수제 되는 같이 한 것을 나봐 그게 아버지 못해 놓다 같이 같이 시다 상물이 제가 저런 계속 되게 전에 아니 네 좋아하는 안에 네기 제대로네 우다에 가는 사람다 상주로다 네 좋아하는 패션이 계속 시를 그 어디로 상물이 그래서 되게 되게 所以你看我做比较困难的案例，你看我一定会非常有耐心，还要做很多 test。所以，但是你们做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你可能只是说 A 点 B 点都做了，然后看好像有一点进步，然后再就不晓得要做哪里，或是说再把它颈子放松，再看看，就是你的思维好像就停在1次2次的过程的问的过程比较过程就没有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研究它很深层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没有，你需要有更多的问诊，还有更多的观察他的动作跟他的力量，跟他很多方面，这你才会在你的心里面会有概念说，哦，那我刚刚跟他做哪里，然后做完哪里，他哪里比较好，哪里还没有比较好，你就会能够分别。 这个 A 点 B 点这一块颞骨的变动对它的影响是什么？ 제가 능이 네버티스 칼레카우터 사마라 제도야 하는 거로 게한테스 아주 의미시네 그런 테마 몸체 담아는 제양 그죠 다시 제도스 몸체도 알아 근데 저런 사마 제도야 더 제고 계시 맞추기 따라 제도 A 번째 B 번째 제사지라니 야 그들다 제세 예제들라 나서 지마도다 야도다 모든 로체션 처럼데 본 주스 인도메도 아닌 것을 레버고 있다는 말이에요 제가 저런 게 제가 링가라 계속 되게 되는데 저 가난도서 좋아도서 무슨 안에 양을 두죠我上面些真的今年叔接不了。所以这些都是你要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去练习，去练习这样的模式，因为这是从我的经验整理出来告诉你们，但是因为你们的练习还不够，所以你很难说有这样的概念去找问题。 所以如果你们要变得说能够看比较困难跟脑部神经、脊椎有关的案例，就是需要像我这样说的这样练习。 아니 제가 맞추기 장 맞추다가 준다 제 주로는 참아 장을 했었다 맞추기 내내 지금 내가 폰치고 세내고 아니 그런 게 좋아 근데 누구도 그러나 계속 지내려다 그러나 우단 레하우 차스는로다 어디 계속 제 참아 장을 했어 근데 장을 지내 지마처럼 kalori this never kala khabu cha wale chino ge this kalori ne do la ne ta to wale las